同樣係權型高音 ，Wendy 同單依純點解感覺差咁遠？如果俾你選，你又會鍾意邊種？好，先講 Wendy。Wendy 嘅高音爆發力非常強，力量集中，衝擊感明顯，而且技巧變化豐富。呢種感覺屬於技巧爆發型。而家到單依純嘅高音呢就比較柔和，佢唔係直接衝上去，佢係用氣息慢慢推上高音，聲音輕柔，但係控制非常穩定。呢種感覺屬於柔權控制型。有趣嘅係 Wendy 係即刻爆發，變化豐富嘅感覺，單依純係柔和細膩、穩定控制嘅感覺。兩種權型高音方向完全唔同，但係都非常有特色。Wendy 幫單依純都係頂級高音歌手。如果俾你選，你會選 Wendy 嘅技巧爆發型，定係單依純嘅柔權控制型呢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。